各位工友，歡迎收睇工傷康復資訊快問與快答。今次工友嘅問題係點解受傷到而家我仲未判傷嘅？一般情況下需要幾耐先至會安排判傷呢？幾時適合判傷係醫學嘅專業意見，一般係會由主診醫生決定嘅。當受傷嘅僱員經過必須嘅治療後，雖然可能仲需要覆診，但係如果病情同埋傷勢都已經穩定，就可以適合判傷。如情況適合，主診醫生就會知會勞工處安排判傷。判傷之後就意味住工傷程序已經結束，需要返回公司工作。如果無法返回原來嘅工作崗位，不妨考慮報讀中心舉辦嘅再培訓課程。完成課程後會有1對1嘅就業跟進。最後呢個係中心聯絡嘅資料。如果工友仲有其他工傷嘅問題想查詢，歡迎你聯絡返中心。另外亦都歡迎大家追蹤中心嘅 YouTube 頻道、Facebook。多謝大家收睇。